讲到即摆假车牌是满世界，今年90月底，这假车牌暗砍车牌案件着5000件较济。交通部提出修法，要甲这假车牌唔挂车牌罚款有关到3万6，而且这车呢会当不收消费。另外，无驾照害人死伤，对禁止考试4年，有关到规世人拢袂当考驾照。再去伫个交通委员会进行讨论，要拼这个会期通过，明年顶半年来推动。社群平台假车牌真侪，凊彩都能当敲吹到。交通委员会再去对修法招致假车牌进行讨论。朝野立委有共识，当法以外加强处理嘛是重点。真的没有时间再等了，一日我们放纵假车牌在外面趴趴走，越让行车安全危险，越让社会秩序危险。不法集团他们也可以伪造这个梅花烙印，好，甚至是这个车牌背面的防伪雷雕的车号。好，所以他们的技术也是一直在升级。公路局其实有做每一天有这个巡查机器人在网络上去巡查，罚则提到很高，包含汽车的没入的部分，我们也都提出来了。交通部统计，最近3年来假车牌违规件数确实逐年增加。今年跨机关合作，长员甲客查9月至10月开始，比前一个月减少，有降低趋势。这改修法会将假造、变造，也是无挂车牌最高罚款提高到3万6。另外嘛，搭配有相关配套的措施，车牌若是互用起的车主有意愿会当免费换牌。受害者如有需要换牌的话，也免费更换号牌。交通部这边也建议法务部针对刑法的刑度、罚金也从高量刑及具体求刑。另外，为了减少无照驾驶的情形，交通部嘛研究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最高罚款比较危险驾驶提高到3万6，因为无照驾驶致使人重伤还是死亡，由禁考4年提高到终身袂使可能驾驶执照。无照驾驶违规会强制逮捕管理车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